你好，请问会办理乜嘢？我冇透露咧，不過我有信心將我見面，有乜嘢透露係我做得做嘅麼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麼？有，聽地了。建議你參加信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，先做個案評估，3年每合透露。做得，該我是參加兩項。請寫兩份申請表。寫好嘞。老二登記好咧，係講有每合到適合你嘅條路，就會打電話通知你。是麼我？看了清景劇，兩下案例先來認識一下，記着重要嘅意思，大家記得愛聽你嘢麼？有待，有待，有待，證明文件，證明文件。證明文件，建議，建議，建議，職業重建，職業重建，職業重建，評估，評估，評估，媒合，媒合，媒合，透露，透露，工作。接下来我们来学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請問有帶證明文件麼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麼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嗎？請問，請問，請問，有帶，有帶，有帶，證明文件，證明文件，證明文件。麼嗎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麼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麼？請問有帶證明文件嗎？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，建議您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，建議你，建議您參加，參加，參加身心，身心，身心障礙者。障礙者，障礙者，職業，職業，職業，重建，重建，重建，就業服務，就業服務，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你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建議您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就業服務。